上，耶稣已拢知，咱的人生，耶稣已帮助。上，耶稣已拢知，咱的人生，耶稣已帮助，咱的国家，耶稣已掌管，咱摇拽的手已来牵，耶稣是全地。我的主，将咱面上你我交托伊，伊的手赐咱平安。耶稣是全地的主，耶稣是我的主。
感谢你手术带领，你因带保护扶持，互阮不管是透过家己，透过歌声，透过讲道，主阮拢相信你要使用阮，使用阮的话语，使用阮的心事，帮助阮伫众人面前见证你的名，帮助阮所做毋是为着家己，是为着主你的荣耀。求上帝特别扶持甲阮做伙记念，也祝福人在阮做伙参与的众人真正领受上帝你完全的祝福。主，阮感谢你相助，阮也向你献上感谢。安尼祈祷，靠主圣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这是咱来献开圣诗新圣诗的第2首。透过这首诗歌，咱来学了上帝。做伙来，现在，现在，现在，专念大主宰，咱的秋瓜摘下，乐相助尊妙。现在，现在，现在，将你的地高抬。乐上帝之尊之国主宰。所以咱来献开圣诗第384首，圣诗第384首，咱来听琴弹一遍。注意，迄个每一遍停落来所在，表示吟唱了后，咱着好好想看这句话的意思。主公那被罪过下先，
也你是个对我真情，甘心乐意，也你是个诚实谦卑的心内底。每一遍小可停落来的时阵，拢是爱咱好好想看咱达拄啊所吟的即句话的意思，了解吼？所以咱来吟第二节。你是个无险人啊，主要帮助从你的道，也你是个永恒的主的归那不计能讲。愿上帝话，甲咱做伙伫地，做伙来祈祷，求主帮助阮，互阮知影你为阮牺牲，放杀你的性命。主求你也帮助阮，互阮愿意牺牲，为着受苦的人。帮助阮，愿意牺牲，互阮为着你所要救、所爱阮去听的人群中，真正得到讨报甲医治。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时间已经到，咱即时要来开始台语场的礼拜，请将你的手机调伫震动，还是关机，请奏乐。
耶和华有恩典，有公义，阮的上帝有慈悲，耶和华保护憨直的人。我到伫卑微的地位，伊就救我。这是咱请敬拜团引带咱来敬拜而乐。亲爱的兄弟姊妹平安，咱做伙起立来学乐咱的主。透过诗歌，互咱有信心，心内有平安。咱做伙来唱。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守守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民的主宰。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各一摆来宣告，透早起来。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也起来，向主来宣告。我将我的一切交托伊，因为伊是守守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民。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守守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民的主宰。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心内有平安，我心内有平安。咱将一切荣耀归于咱的主，请坐。约翰福音有讲，耶稣搁互众人讲：我是世间的光，对我的人无惊伫暗，反倒要有活命的光。伫大悲的诗内底嘛有讲：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无惊灾害，因为你甲我伫咧，你会对。你的拐安慰我，希望咱会当学习大悲的精神，伫患难中犹原倚靠主耶稣。咱做伙用这首歌来宣告，求主加做咱的光，引带咱行头前的路。我要仰望耶和华。我要仰望耶和华，我要听靠我的上帝，我
我要仰望耶和华，我要主要应允我，我要仰望耶和华，我要听候我的上帝。我要仰望耶和华，我的主要应允我，我会对着他，不免向我夸口，我要我都叫不起来，我会对着他，不免向我夸口。我的黑暗中，你做我的光，我要仰望耶和华，我要看伊的公义，伊要带我到光明中。我要看见的光明。来仰望咱的耶和华。我要仰望耶和华，我要听候我的上帝。我要仰望耶和华，我的主要应允我，我会对着他，不免向我夸口。我都摇起来，我会对着我，不免向我夸口。我的黑暗中，你做我的光，我会对着我，不免向我夸口。我都要过起来，我会对着我，不免向我夸口。我的黑暗中，你做我的光，伊要带我到光明中。我要看见伊的公义，伊要带我到光明中。我要看见伊的公义。在咱的生活中，常常被拄着多多哀伤、痛苦的事，互咱心难惊吓。上帝讲，你唔免惊，伊会踮伫咱的身边，成做咱的避难所。求主来带领，因为咱的悲伤，耶稣拢知。咱的悲伤，耶稣伊拢知；咱的人生，耶稣伊帮助。咱的国家，耶稣伊掌管。咱有在手，伊是全能的神。咱的悲伤，耶稣伊拢知；咱的人生，耶稣伊帮助；咱的国家，耶稣伊掌管；咱
咱要拽手伊来，咱做伙来宣告：耶稣是全地主，耶稣是全地主，耶稣是你我的主，将咱悲伤你我交托伊。伊的手赐咱平安，耶稣是全地主，耶稣是你我的主，咱要全心全意我可以。伊的主爱会陪咱到永远，伊是咱的帮助，咱的悲伤，咱的悲伤，耶稣伊拢知，咱的人生。耶稣伊帮助，咱的国家，耶稣伊掌管，咱要拽手伊来看，耶稣是全地主，耶稣是全地主，耶稣是你我的主。咱将悲伤你我交托伊，伊的手赐咱平安。耶稣是全地主，耶稣是全地主，耶稣是你我的主。咱要全心全意我可以，伊的主爱会陪咱到永远。咱来宣告：耶稣是全地主，耶稣是你我的主。悲伤你我交托伊，伊的手赐咱平安。耶稣是全地主，耶稣是你我的主，咱要全心全意我可以，伊的主爱会陪咱到。求主来带领咱的台湾，求主，耶稣是台湾的主，耶稣是你我的主。咱悲伤你我交托伊，伊的手赐咱平安。耶稣是台湾的主，耶稣是台湾的主，耶稣是你我的主。咱要全心全意我可以，伊的主爱会陪咱到永远。耶稣是全地主，耶稣是你我的主。咱要全心全意我可以，
伊的慈爱会陪咱到永远。这是咱搁三角来吟圣诗，圣诗第2首，圣哉，圣哉，圣哉。请起立吟全首。是咱犹原徛地，用四道圣经三角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勒岛任咧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是咱要三角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第64篇，圣诗后面启应文64篇，也是雅各书第1章。咱用交托的方式，亲爱的兄弟姊妹，唔通受欺骗。伊无改变，嘛无天体转世引起的影。亲爱的兄弟姊妹，就知，因为人的生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要消除一切拉散的习惯，甲灌满的邪恶。
着实行道理。简单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家己详细看了后，一个离开。毋过，有得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阁有得坚守的人，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若有人讲家己真虔诚、敬虔，是在欺骗家己。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对爸上帝看起来，这是咱阿头当心来祈祷。创造万物的主宰，阮感谢你，感谢你听阮的祈祷。有保守带领阮台湾这块土地，互疫情渐渐得到控制。对安尼，阮兄弟姊妹通阁用欢喜的心进入圣殿，用心灵、用诗歌来学乐你。阮满心感谢，亲爱的主，你是道成肉体的拯救者，你深知人的软弱，甲撒旦魔鬼的作为，你捌教示阮。伫人生的道路顶面，阮通用逐样的祈祷甲恳求，时时伫圣神来祈祷，警醒伫一切为着隆重的圣徒祈求无亚先。主，阮恳求你的话语发出亮光，互阮互你的慈爱来吸引。毋那只有因为发生困境的时，才想到要来找求你。一当欢喜，常常祈祷亲近你，互你的旨意发生伫阮的身躯顶。阮也要通过祈祷，甲你建立亲密的关系，通为人生可能面对的种种的挑战，建立坚固的基础，接触得胜的力量。互阮若惯是凡事向你祈祷的时，就益发伫凡事顶面见证你的荣耀。祝阮教会软弱的肢体，恳求你扶持医治，软心倒退，求主加添因的信心；出外当兵的，求主的平安保守因。阮即时要感谢你，你引带罗德教会黄信雄牧师来到阮的中间，伊为着教会建堂的事工致意多无，恳求你的圣神即时抹伊的喙，阐明你的话，诚做阮的教示，阮的帮赞。阮伫你面前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即是咱三个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罗马书14章第7节、第8节。罗马书14章第7节、第8节，和合本伫224页，台语汉语本伫183页。罗马书14章第7节、第8节，显着我来读。因为咱无人为着家己来活，也无人为着家己来死。因为咱若活，是为着主来活；死也是为着主来死。所以咱或是活，或是死，拢属伫主。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即是要来赞美、献歌对于要献的诗是，我知一切计划。
正道今日黄信阳牧师要分享的主题是社会的精神。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今仔日会当得到咱同教会小会的接纳会当代表罗德教会来到伫咱的中间，为着罗德教会的故堂伫遮来募款。感谢主祝福罗德教会，罗德教会伫2011年设立。到今年拄满10年，去年的时教会有买一个新的会所阮的场所进前拢是用租，总是租金真贵一年要到100万，所以大家有即款的感动，就真辛苦买一个新的拜堂阮有买2楼迄种是新的大楼2楼。所以总共4500万总是伫辛苦中间贷款3000万。教会，阮的教会人员的组成，大概拢少年人较济青年人真济平均的年纪真低所以大家拢是咧上班，拢真辛苦有真济遮贷款，总是感谢主。上帝祝福罗德教会设立以来教势稳定咧发展。青年人信徒真用心真甘心奉献服侍真正尽心，所以要4500万会当自备1500万贷款3000万，现在差不多佫欠2600万今仔日会当来到咱中间，得到咱汤教会的接纳，我相信这是上帝真大恩典。咱拢做伙是伫基督的大家庭的中间，伫基督做头，咱是伊的机体中间的一个大家庭上帝教会咱平平伫主的内面，会当做伙来接纳做伙有份伫上帝国的起造，伫教会起造。感谢主的恩典，我相信这是上帝特别的恩赐。我嘛有准备阮的T 恤伫咱的招待的所在遐会当来义卖咱会当用通过买即个来甲阮支持，互阮得到好的帮助一切拢要献上大大的感谢今仔日伫即个所在要来甲咱分享的主题叫做社会的精神，社会的精神，社会有人讲伊是台湾的史怀哲，台湾的史怀哲，史怀哲是德国人，伫19世纪伫即个非洲做医疗的团队真出名的一个伟人，嘛有摕到诺贝尔的即个和平奖，是19世纪非常伟大的一个伟人。第一段的是我讲毋对，讲伊是法国人咱的同工甲我提醒讲伊是德国人真感谢我记唔对去伊德国人总是19世纪的时，伊有真大的贡献，伊有摕4个博士的学位，有神学、有哲学、有医学，佮有即个音乐，4个博士的学位，非常一个真特别厉害的人，总是伊委身伫非洲做医疗的团队，带来真大的帮助，真大的影响。有人讲社会是咱台湾的史怀哲，嘛有人讲社会是咱台湾教会历史中间上界伟大的圣徒，兄弟姊妹，上界伟大的圣徒，安尼来称呼伊，也是讲安尼来形容伊。今仔通过来认捌社会一生的事业，咱做伙来思想社会的精神。咱做伙来看，为什么社会伊较互人看做是台湾教会历史中间上界伟大的圣徒？咱大先来看社会一生的年表，看伊的年表。通过这个年表，咱大概会当有一个整个的一个概念。确定我会详细讲，但是我知影讲这个某一寡时间大概什么会，这我有一个概念，确定我会详细讲。
贾伟1916年1916年出世，1925年伊有破病一个真大的病，然后1934年伊去读台南新学院，1937年新学院毕业了后去到日本这个东京医学专科学校来学习这个医学。1942年毕业了后，伫日本伫遐实习，伫遐咧做医生。然后下一页1946年伊转来到台湾伫南投大同病院做医生，伫超水教会咧做传道。1949年伊伫南投教会伫遐受奉牧做牧师。1950年到1951年参与这个山地巡回医疗团的服务。1951年去到美国来深造。1955年美国回来了后，伫玻璃伫遐来设立这个基督教山地中心的诊所。然后1955年伊嘛伫这个玻璃礼坛遐有来设立这个喜乐的疗养所。1960年去到台南这个北门市乌卡病免费的诊所伫遐来协助。1961年有做这个中华偏远海边的乡镇医疗的传道。1964年设立这个宜林基督教的病院。1970年伫前往宜林的路上车祸来过身。这是整个贾伟的年表。1986年贾伟伊出世伫南投一个医生的家庭。9岁时阵，1925年伊有染到一个真严重的病，叫做热膜炎。这个病情非常的严重。伊的老爸是医生，伊的老爸用尽一切方法来治疗贾伟的病，总是唔管伊安怎努力，用什么款的药拢无法度通好医好贾伟的病。迄个时，贾伟的老爸甚至对家己医术拢伫遐失去信心，因为破病的缘故，贾伟常常感觉伊的身躯真正痛，有真侪艰苦。通常拢是干那伫牧师也是教会兄弟姊妹来甲伊探访，伫遐吟诗互伊听，替伊祈祷的时，伊较会当暂时有小可安尼较爽快一点会迄个款的感觉。一直到有一天，教会牧师娘去甲伊探访，牧师甲贾伟的爸母伫遐来提议讲，即摆咱来为着贾伟祈祷，若是上帝恩典、上帝怜悯、上帝来医治贾伟，你敢有愿意要将贾伟来甲奉献予上帝，互伊通一生为主来做工？贾伟的爸母伫遐讲，阮愿意。然后牧师到伫贾伟的身躯边，甲贾伟讲：今仔日若是上帝听咱的祈祷，互你的病好起来，你有愿意要献身一世人，互主来使用吗？贾伟用尽水冷的这个口气，甲牧师应答讲：我愿意奉献我家己，互主使用，到死为止。就安尼，牧师为着贾伟伫遐逼着祈祷。贾伟家己嘛伫迄个中间伫遐用尽水冷的即个声音伫遐细声伫遐祈祷，伊家己甲上帝祈祷讲：主啊，赦免我！即摆你若留我的性命，互我的病好起来，我一世人要为主来做中保，一世人献身，互你来使用。对迄个时开始，贾伟的病真奇妙，就渐渐好起来。一直到完全康复，咱姊妹咱会当看到，这真正是上帝奇妙的恩典甲权能，嘛是上帝要使用一个人，伊奇妙的一个恩赐。初中毕业了后，因为连续2年无考到高等学校，1934年，贾伟去读台南新学院。新学院训练的过程，贾伟对医疗的传道有真大的兴趣甲感动，所以1937年新学院毕业了后，伊就前往日本
东京医学专科学校来学医学。1942年医专毕业，贾伟留伫日本伫遐实习，然后伫遐做医生。1945年，甲伊的太太伫日本结婚，伊的太太嘛是台湾人去到日本伫遐来留学，嘛伫日本咧做医生。因伫1945年结婚，然后隔年1946年，因转来到台湾，贾伟来接伊的老爸伫南投大同病院的即个工作来做医生。上时嘛伫南投民间赤水教会伫遐来做传道师，担任传道的工作。一方面做医生，一方面传道，学习台湾早期真侪海外宣教师所咧做即款医疗传道的工作。1949年伊受奉立做牧师伫南投教会受奉立因为受到即个国彩基会的创办人孙理莲宣教师的影响，所以伊伫南投教会做牧师的上时，1950年到1951年，伊嘛参与文乐会所成立的即个山地巡回的医疗团伫埔里的遐个山区伫遐咧服务。文乐会的即个山地巡回医疗团。因常常需要行7-8点钟的山路到伫山顶原住民的部落做巡回的医疗以及传录音的工作。因常常需要行遮个崎岖的山路，搬山过岭，有时爬山，有时撩溪，敢若为着要会当帮赞伫遮个山顶的遮个原住民，帮赞遮个有需要的遮个欠缺送养的遮个人。1951年，受到这外国宣教师的鼓励，嘛为着要精进伊家己的艺术，所以贾伟到伫美国来深造有3年久，接受一般外科手术的即款的训练。伫倒来台湾的前一年，贾伟捌一个叫做鲍勃的医生。有一摆贾伟请教鲍勃医生有关即个治疗肺癆的这个问题。分享的过程，鲍勃医生甲贾伟问讲，若伫台湾要起一间肺癆的疗养所，大概爱偌济钱？贾伟甲伊讲差不多美金5000块。即个鲍勃医生讲安尼真好，伊伫遐提议讲咱来替台湾起一间肺癆的疗养所。贾伟听了错一条，讲咱头有钱，要对倒位摕钱来起这间疗养所？鲍勃医生讲，对咱2个人开始你有偌济，我有偌济，咱甲咱所有的摕出来，管出来，然后因2个轻轻的，一个3块，一个2块，加起来美金5块。美金5块，鲍勃医生伫遐笑讲，这是一个真好的开始。我来替你联络教会。美国的教会，你去教会来分享这个意向，就安尼，因2个人对美金5块的信心开始分头去募款。对美国转来台湾了后，1955年就1955年，贾伟伊甲孙理莲宣教师伫埔里就伫遐设立基督教山地中心诊所。基督教山地中心诊所就是现在埔里基督教病院的即个前身现在埔里基督教病院，贾伟受托伫遐来担任第1任的院长15年久，负责多数外科的手术，佮担任护理学校教学的工作，就是迄个诊所成立，诊所若定上时有设立护理学校来训练即个。护理的人员互病院的运作会当来真顺遂，所以伊做外科的这手术，佮护理学校教学的工作。上时贾伟伊嘛用伫美国募款所得到的这个钱，伫埔里李鱼潭的这个李鱼潭边设立肺癆的疗养所，收留治疗原住民的患者。然后1960年，贾伟接受孙理莲宣教师的邀请，去到伫台南北门市这个乌骹病免费的诊所来协助
王金和医师，那伫遐来替这乌骹病的患者来开刀来截肢，就是切因的骹切掉，因为乌骹病的病就是会对这个骹尾瘤开始乌起来，直直乌起来若无骹若无切断起来有生命危险。所以贾伟就是担任这个切肢的这个工作。王金茂医师做内科的部分，伊做外科的部分。每礼拜一天，贾伟对对南投出发，带伊家己的医护的人员护理师药剂师，伊家己护理的人员，因自费坐2点外钟的这个客程车去到伫台南北门市，然后一直工作到暗时半暝，然后较对台南搁再坐车转来到伫南投。通常转来到伫南投，拢半暝1、2点，算是早的有当时3、4点，安尼工作总共10年。1961年。贾伟伊嘛开始将伊医疗的服务团队扩展到伫中华海边偏远的遮个乡镇。当时伫台湾的遮个基督教病院，全部拢是由外国人出钱，然后来创办伫遐来经营。贾伟伊有一个感动，伊想讲咱台湾人现在应该有家己的气力，会当来创办即个基督教病院。所以，伫伊的呼吁邀请下面，伊结合真侪其他的基督徒的医生，伫1964年，伫遐因来设立吉林基督教病院。贾伟一礼拜一天去遐义务来看诊，就安尼咱看到贾伟牧师、贾伟医师，伊回应上帝对伊细汉的时所予伊的呼召。日本转来了后。伊开始从事医疗的团队，伊完全献上伊家己。咱无法度想象，伊有偌尼无用，兄弟姊妹，伊有偌尼无用，伊有伊家己伫南投台东病院的即个工作，伊参与伫山地巡回医疗团，有即个基督教山地中心的诊所，保利基督教病院，有喜乐疗养所。有台南乌骹病的即个免费的诊所，有宜林基督教病院的即个服务，有教会团队的工作，咱毋通袂记，伊是教会的牧师。伊一开始日本转来伫赤水教会做团队，然后伫南投教会伫遐服务。美国转来了后，伊伫南投中寮伫迄个所在伫遐开拓中寮教会，除了遮个固定的工作。做医生，伫教会做牧师，以外，贾伟伊嘛受托来参与中会的服侍、总会服侍，以及地方侪的这事务。因为地方的高人，所以伊嘛参与真济来帮助人的工作。1970年6月16日，贾伟搁伫台南北门市伫遐咧替患者手术的时，接到宜林基督教病院的电话，讲有一个急诊的患者需要开刀。迄天6月16，贾伟伫台南无用到半暝点半，就是6月17透早的即个点半，无用到点半。等于倒转去到伫南投的时，已经透早4点，6月17透早4点。小可休一下，早起8点起床，起来主持早祷。然后就前往到伫埔里来看诊，中途进前转来到伫南投煞接因太太看诊的工作。中昼顿食完，才倒咧休困，无几分钟，伊想到宜林有迄个急诊的患者咧等伊开刀，伊赶紧跳起来，开始要换衫，然后准备要出发去宜林。因太太实在是真毋甘伊遐尼辛苦。劝伊加休一下甲伊讲，你拄对埔里倒转来无偌久，你较倒咧休困无到10分钟，你安尼袂伤忝吗？贾伟甲伊讲，我爱伫2点进前赶到宜林，我若是慢1分钟到，患者会加艰苦1分钟；我若会当较早到，早1点到，
凡事我会当加救一条的性命。这就是贾伟伊留互伊的太太最后的一句话。开车出门无偌久，无嫌劳苦的贾伟，可能因为伤过头疲劳，所以伫遐拄久伫民间要前往二水的公路上弄到路边的树仔来车祸过身，享年55岁。贾伟的个别色人山人海，敢若迄天有留名落来超过3000个人，出动的队伍安尼拖规路几6公里远，经过的所在，所有的人拢停落因手中的工作。南投市内所有的人拢停落因手中的工作，对伫即个伟人献上上界深沉的哀伤、毋甘甲敬意。简单讲完贾伟生命的故事，今日姊妹咱会当体会到，为什么贾伟伊会互人看作是台湾的史怀哲。了解伊的故事，咱就当知影为什么伊会互人看作是台湾的史怀哲。咱就当了解为什么贾伟伊会互人看作是台湾教会历史中间上界伟大的圣徒。对贾伟一生的事业，咱会当看到几个真正宝贵贾伟的精神，伫即个中间，值得咱来学习。第一个，贾伟伊的精神就是宁愿烧尽，毋愿受坏。宁愿烧羊、烧毁、烧尽伊家己，伊毋愿伊家己亲像生鲜安尼，从那救歹去。宁愿烧尽，毋愿受坏。这句话“宁愿烧尽，毋愿受坏”，是台湾北部教会上出名的宣教师马偕，是马偕所讲的一句话。这句话咧表达一种对伫咱人着怎样活出咱的生命的一种的期待。毋望咱的生命会当毋通亲像铁啊，下伫迄个所在，点点下伫迄个所在，伫遐咧生鲜，一直生鲜，一直生鲜，到最后规个从那救歹去。到最后规个救歹去，咱的生命毋通亲像安尼，伫遐一直生鲜到救歹去。生命上介好，就是会当完全充分甲伊活出来，无保留甲伊发挥出来。马偕用这句话来激励伊家己，伊希望伊的一生会当宁愿烧尽，毋愿受坏。伊毋望伊的生命会当充分完全活出生命的价值甲意义。这句话最后嘛，真做描写马偕一生上介好的形容。今仔咱看这贾伟的一生，咱看着伊对日本转来台湾了后，伫伊家己的台东病院咧做医生，伫教会咧做传道，佮参与三地巡回医疗团的这个工作。美国深造转来了后，除了家己的病院，除了教会服侍，伊佮再增加埔里基督教病院，伫遐做院长、做医生、做老师，嘛有喜乐疗养所的服务。后来佮再增加台南北门市乌卡病的这个服务，嘛开始强化偏远海边乡镇的医疗团队，然后来设立二林基督教病院。整个的过程，遐尼姊妹咱当看到贾伟，伊付出偌尼啊侪的心力。伊付出偌尼啊侪的心力，伊真正是完全将伊家己来献上，完全献上伊家己，烧扬伊家己。倒位有需要，伊就对倒位去。咱会当看到贾伟，伊安怎伫伊有限的年日的中间，伊伫遐无嫌劳苦，咧活出宁愿烧尽，毋愿受坏即款的生命。只要伊有诶，只要伊会使诶，伊就摕出来。上帝予伊机会，上帝予伊稳定，上帝予伊时间，予伊金钱，予伊才能，伊无保留，甲伊摕出来，互上帝使用，造互别人。贾伟的一生，为着福音，为着别人的生命的需要，无嫌劳苦，尽心尽力献上伊家己，宁愿烧尽，毋愿受坏。贾伟的精神，互咱真感动。值得咱学习。第二个，
教会的新章，值得咱学习的精神，就是伊甘愿为主来做工人，伊甘愿为主做工人。1970年，教会出车祸的1个月前，王金和医师伫台南的即个乌卡病诊所办一个10周年的感恩礼拜，10周年感恩礼拜。礼拜中间，王金和医师特别邀请教会用牧师的身份，伫这乌卡病患者中间来讲道。迄天10周年的感恩礼拜。教会伊讲道的题目就是为主做工人，为主做工人。教会牧师伊安尼讲，伊讲即个世间，咱大家拢敢若想要做巧人，即个世间大家拢要做巧人，大家拢想要趁钱，大家拢想要住老仔厝，大家拢想要享受，无人想要做工人。总是若无工人，才有今仔日的咱。若无工人，才有今仔日的咱。伊举例讲，伊讲爸母就是工人，也无咧想讲伊的即个囡仔将来会变做啥物款，也无咧想讲即个囡仔将来是毋是会甲伊友好，会甲伊回报，就是干那安尼真单纯、真无私来关心伊的即个囡仔。所以伊讲，若无工人，要才有今仔日的咱。对教会伫过身进前，伫即个乌卡病即个诊所讲道，伊所用的题目为主做工人。兄弟姊妹，咱会当深深体会到，为主做工人会当讲，就是教会对伊家己一生的描写。伊就是安尼咧看待伊家己的信仰，伊对上帝的信仰，伊就是安尼咧看待伊家己的生命，伊就是安尼咧活出伊的生命。这个世间，当所有的人拢敢若会晓知影要做巧人，所有的人拢敢若会晓知影要为着家己来争取，为着家己来得到更较侪好处、利益、享受、财富、权力的时。教会伊深知咱基督徒的价值观是无共款的，咱愿意为主做工人，咱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上帝国的缘故，为着别人生命的缘故，咱愿意无私来互人，无私来付出，无私来奉献，咱愿意欢喜来帮助人。毋是凡事敢若会晓知影想着家己，凡事敢若会晓知影想要得到。伫埔里礼仪潭边有一个教会青年纪念营地，迄块地就是教会伊过身了，伊的家属奉献互咱总会的地，即嘛是咧做教会青年纪念营地。伫即个青年纪念营地入口的所在。有会一块真大地的石头，你若去过，你就印象真深刻。真大地的石头，顶面刻大五字，为主做工人。迄粒大石头顶面刻为主做工人，提醒所有去到伫教会营地的人，伫个所在咧活动的人，提醒咱后代的人教会的精神，嘛激励咱做伙来学习教会的精神。第三个。教会的新章，值得咱学习的精神，就是一生持守对上帝的决志，一生持守对上帝的决志。伊教会的时阵，上帝用一个真正奇妙的方式，通过互教会经历到上帝奇妙大权能的医治，上帝呼召教会，教会伊家己嘛决志。祈祷伊一生要为主来做中保，伊要一生互主来甲伊使用。伫教会一生的事业内面，咱会当看到为什么教会伊较会当安尼无嫌劳苦做遐尼济，无嫌劳苦做遐尼济？为什么伊较会当安尼无嫌劳苦尽心尽力来献上伊家己？若是伊有诶，伊会使，伊就摕出来。伊有诶，伊会使，伊就摕出来，伊就活出一个发光发热、宁愿烧尽、毋愿受坏的生命。为什么？为什么教会伊会当甲一般人真无共款？无
敢若伫遐想讲要做巧人，要敢伫遐想讲要为着家己来争取，互家己得到较侪好处、较侪利益、较侪享受、较侪财富、较侪权力。为什么教会伊会当安尼无私摕出来，互人付出、奉献、帮助人？毋是反正敢若想着家己，敢若想要得到。为什么教会伊会当活出甘愿为主做工人的生命？兄弟姊妹，你有发现到无？这一切背后，拢是因为教会咧用伊的一生，伊伫遐咧持守伊对上帝的决志，用伊的一生持守对上帝的决志，伊的一生单单要为主来做忠仆。伊单单伫遐要献身来献上伊一切的所有，伊的时间、伊的金钱、伊的财力，互上帝使用，成做正人的祝福，帮助教会，帮助福音的事工，帮助有需要的这辛苦人、送养人、弱势人，因着一生持守对上帝的决志，才为伊活出上帝对伊生命的计划，才为互伊。一生伫上帝一步一步引出来中间，伊影响非常侪人，伊成做一个有路用的人，伊活出一个真有意义、有价值、有光彩的人生，伊互人称作台湾的史怀者，伊互人看作是台湾教会历史中间上界伟大的圣徒。兄弟姊妹，今仔日咱拢是上帝所敬调的圣徒，你也知影，你毋是一个信徒哪听？你是今仔日这个世代上帝所敬调的圣徒，你是堂教会上帝所敬调的圣徒。我相信，这位生命的故事会当成做咱真好的模样。今仔日上帝敬调咱，上帝要使用咱，上帝要爱咱为主发光发热。上帝要爱咱成做正人的祝福，上帝要爱咱成做圣徒。兄弟姊妹，你安怎回应上帝所予你的呼召？今仔日的圣经甲咱讲，咱无一个人为家己活，嘛无一个人为家己死。咱活的是为主的活，咱死是为主的死。咱或是活，或是死，咱拢是主的人。咱无一个人为家己活，无一个人为家己死。咱活是为主活，死是为主死。或是活，或是死，咱拢是属于主的人。今仔日成做上帝敬调的圣徒，咱拢需要用心来思想，我要安怎看待别人生命的需要？我安怎来善用上帝所予我的恩典？善用上帝予我的时间、金钱、才能，我安怎互上帝的旨意一步一步来引出我的脚步？兄弟姊妹，今仔日毋忘，咱拢通对这位一生的事业得到启示，毋忘这位伊的精神，伫咱跑走天路的过程中间，大大来激励咱。嘛愿主的疼充满伫咱中间，咱会当来纪念。罗德教会固定的这个需要，咱三个阿头来祈祷。神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疼痛，你的固守伫阮的中间。今仔日你竞选阮每一个人，成做你伫这个世代的圣徒。主啊，帮助阮，通对这位这个伟人，这个你所动用的罗卜，你所动用的器具，对伊的形象，互阮来得到学习，得到启示。帮助每一位你的儿女，伫这个世代，阮会当亲像这位同款，阮宁愿来烧尽，毋愿来受坏。阮愿意为主来做工人，阮愿意一生持守对你的决志，愿意保守引带阮的脚步。感谢主，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瓦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
即是咱三甲过来吟圣诗384首，圣诗384首。主讲，若要做我学生。请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是咱要举行圣礼典，要请牧师来主持。这时，咱得到帮赞是瓦克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注意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过活了后，也未上天的大声有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予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着教是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愿上帝平安，甲咱做伙伫地。亲像迄时，彼得叫人着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但我即时也要对咱讲，咱着深信，若真实反悔个别咱的信仰，搁伫伊的名受洗礼，伫遮所行的要真做咱的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佮表明圣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愿主耶稣基督的话，主耶稣的教示，甲咱做伙伫地。
这是我要邀请咱大家做伙来献开圣诗第354首。圣诗第354首，我要请咱坐咧吟就好。总是吟到第3节的时，我要请伫咱中间两位兄弟赵成伟以及陈伟山。吟到第3节的时阵，请这两位兄弟才行来头前。这时，咱做伙来吟圣诗第354首。做伙来吟。朗朗一人大嘴出息，就像魔鬼也提起意。脚踢里端流秀烟花，我可靠起微微的团。先辈兄弟几大文会，竞选咱人做一家类。先行体力，担当最挂，相信观念，高人感化。三位体，高人利用，高人追求。虽然信心鲜花根源，错靠偏道万红线。兄弟朋友，谁来抗议？表面定线，坚固咱心。面内信息，顺体化道，雄雄交友，家主的路。如今你们要受洗，你们要在上帝和众人面前。我要先从陈伟来开始。由于在这个阮进前有讲过，因一位会用华语来誓约，另外一位会用台语来誓约，为着要互因听较清楚，所以头一位。赵成为，你信上帝为你的天父，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圣灵为你的保惠师吗？你要大声一点，让后面的人都听到。你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你当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愿意如此行吗？是。这时候，我要请众人一起站起来。赵成为，我用水给你施洗，奉父子圣灵的名，阿们。愿是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全然成圣，又愿你的灵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
这时候我要请会众请坐，待会我们再一起宣告。这是第二位，咱要请陈伟山弟兄来宣告，来在上帝跟众人面前宣告告白你的信仰，在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告白你的信仰。但陈伟山，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你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我要请信徒，请做伙站起来。陈伟山，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阿门。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一真正圣，都愿你的神、魂、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搁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这是宣告，恁已经受洗来告别恁的信仰。我倚靠教会头，也是大人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桃园小会的官兵，才来恁做会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稳定，请咱做伙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阮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用这个圣礼典接来你的囝儿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因，用你圣神降落伫因顶面，将你恩典赏赐因，互因结然伫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远踮你内面。拄着试探的时，求你保护伊，互因会精进信仰的好精进，愿你的快乐扶持，当因软弱的时，愿保守因安稳伫你的听，互因一世人服侍你。阮的主上帝，求你互阮逐人对今仔日参加这个圣礼典了后，搁较明白圣礼的意义。求你赦免阮，因阮对离开你的路，你甲阮欠缺领受洗礼恩惠，求你互阮完全反悔，带阮倒转归向你，对答了后，成做你尽忠的萝卜。阮安尼祈祷，是倚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来，这时要请咱请坐，我要介绍因两人，所以请陈伟。他的爸爸是军人，他的妈妈曾经也有一度说想要今天来到我们当中，但是他的好朋友们都在这当中，好朋友的爸爸妈妈也在这当中。愿上帝的恩典与陈伟同在，让他在工作、在家庭有上帝丰富的恩典。我们掌声欢迎他加入桃园这个大家庭。伟山，我相信咱中间真侪人拢熟悉伊。阮昨昏拄咧讲，伊今仔日受洗礼，互伊爸爸上欢喜。不管是迄位天父，也是伫天顶的老爸，拢是今仔日上欢喜。包括伊的，我毋知影，姨丈吼，
包括伊的议场今仔日也调工半工对工人教会来到遮。我相信上帝看到知影卫山伊过去安那定定伊的性命，对答了后，嘛安那带伊行入上帝行义的迄条路。这是我要邀请咱大家用拍谱仔来欢迎伊加入咱的上班。我其实有现金哈，谢谢哦，还有花哈，要我献花吗？来，恭喜！来，上帝话，求上帝特别扶持，来。来，我们稍微一起拍照，我们最后再有一个有要献花，这个时候要献花啊！来。没关系，你有我的有画就好，你有我的有画就好。很可以啊，那个伟山哈，大家都认识，所以哈，我得到最多的花哈，不是代表最厉害了哈。上帝眼中看为重要，拢不厉害。好，咱上尾啊用泡泡声，咱要拍照吗？拍照。泡泡声，欢迎你加入看全山。所以陈伟、伟山，我们一起讲，我们欢迎你，好不好？好，来，陈伟、伟山，我们欢迎你，泡泡。好，来，这时爱小会员来接答，好，所以请小会员，以及咱中间过去的长老吼，欢迎来。欢迎。好，来，小会员来合照的。来，我们站后面，在后面旁边都可以，好，来，小会员。好。好吗？好。这是也请咱做伙来吟圣诗第366首，请咱献开圣诗第366首。咱要吟第1节到第2节就好，一个吟吼，免听吼，一个吟就好。
稣基督的名，欢迎记纳属地以教会陪谈者参加来做伙受主的圣餐。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记纳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恁记纳着我担当台，着就跟我要互恁安息。愿上帝话甲咱做伙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来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拍破的，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背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今仔啉的时，着惊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做伙来感谢。咱做伙来祈祷。主耶稣，但愿照你命令摆设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这事。阮谦卑求你找圣神、圣别馆，也圣别者会摆伫你面前，相似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恩典，应验你圣名，奉主名求，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邀请你来做第一个祈祷。伫你要摕到饼，也是还未摕到饼，就是无准备要摕饼的过程。我要邀请你即时为着家己来祈祷，为着家己身躯顶头若痛痛、若受伤、若破碎的时，求主帮助。医治、填补，为了家己欢喜、受祝福、感谢的时，请你上帝这就向上帝献出感谢的祈祷，求上帝甲咱做伙伫咧。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跟我的人不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跟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
最后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就惊安尼来纪念我，因为安尼，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就惊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做伙来领受。最后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咱摕着杯，就是还未摕着杯，就是无准备摕杯的上时，我要邀请咱为着咱所听以及听咱的人祈祷。这个人，咱目睭刻刻会当念出因的名。当咱咧念出因的名时，因的面。因的身影，甲伊怎样听咱，咱怎样听伊的过程，拢会当互咱记得。因为安尼，咱求上帝特别扶持，互咱所听的人，以及听咱的人，伫因所伫一个所在，得到保护，甲得到疼痛。求上帝特别祝福，甲因做伙伫咧。即时。请咱来做第二个祈祷。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问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记咧。最后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所以，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会设立的，咱做伙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请做伙来领受。咱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做伙伫咧，请咱做伙来祈祷。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
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的食物，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让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了后，通荣耀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时，我要邀请咱做伙过来吟圣诗第366首的第3节。3节做伙来吟。我到今天前，因无主故你，上了饮食，为日龙欢喜，求主你掌我，为中心不移，你高你高来，你高你高来，你高你高来的心。这时做伙来奉献。请穆桂英、萧素儿执事来书献。这请起立，咱来吟奉献的诗。这时要来报告的大声，请兄弟看咱的行事单，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兄弟来读2遍。因为咱若活是为着主来活，死也是为着主来死，所以
咱或是我，或是死，拢属伫主。罗马书14章8节，请。所以，咱就是我，就是你，属于主。罗马书14章第8节。因为咱我是着为主来活，死也是为着主来死，所以咱我就是死，拢属主。罗马书14章8节，请掀开第1页下周的。服侍人员，请注意家己的服侍。主日学的聚会，请咱家己来看；周间的聚会，请咱就近来参加各小组的聚会。奉献的名示，若有出入的，请到办公室来更正。第4项消息报告：本主日11月初1是咱教会的生日吼，这是咱的上时嘛，祝咱教会生日快乐吼。另外，咱欢迎罗德教会黄信雄牧师来分享，为罗德教会建堂募款的事工来关心甲带导。咱多谢黄牧师，咱拍鼓啊！请坐。好。圣礼典第2场，咱头拄已经举行过吼，圣礼典甲圣餐食。第4点，财务部会伫台语礼拜了后，要伫701教室来召开，请新旧任的部员甲单位名董事长来参会。董事会议伫台语礼拜后，伫702教室要召开，请董事甲大楼管理委员会来同工来参与。下主日11月初7，11月的1月中集长老是李文贵长老，执事是刘泰山甲洪刚执事。后礼拜12点半中午，伫701要召开小会，礼拜后也上时有要召开中集会，敬请各部会有必的资料交予办公室，与同干事来整理。后礼拜咱要发放明年度会员合会的部会团契报告的抗白表，请各部的部长来填写。小会消息逐项的这个聚会指引，咱家己来看。教会消息109学年度第2学期的历学金，伫11月14要颁发，名单请咱家己来看。2022年的行事历小组的聚会表，团契的聚会表，各团契的首长、区长伫11月14进前，将相关的资料交到办公室。2022年各部会甲团契有算表，伫11月20日交回办公室。今年圣诞节开始来有先购买吼，对今仔日开始到11月28早止那口味有梅啊吼、绿豆加雪圆3种，一地是15块，要叫买到办公室来登记。11月份受洗课程的报名。早止的日期到今仔日，要受洗的兄弟兄姐到办公室来报名。另外一项就是本会谢旭生弟兄伫早日伫早日蒙主恩调安孝主怀，请为遗族来带导坚固因的信心。另外其他的事项是督促合作。社的理事会伫11月初7中昼12点，伫701要召开，请李干事来参与。以上，请牧师来报告。咱伫过去已经定11月初1做咱教会生日，所以事实上，咱今仔日
检查会当发现今仔日插花较澎湃。随上，我时常咧讲，插花是无讲话的讲道，所以咱爱特别多谢亚明老师插遮的花，互咱欣赏到。所以我要特别邀请伊来徛起来，伊伫咱中间无？请徛起来，互咱拍扑啊！多谢，多谢，多谢，多谢！透过插花的过程，互咱欣赏上帝所想事完全会听，拢无完全，总是上帝所透过上帝所创造的美好，互咱感受到。所以我嘛要邀请咱大家，迄个插花是咱会堂内底，有当时啊你无注意到，就真紧就走过。所以假使你也会使，你也有感动，未来你会当细声遮个插花的姊妹讲，多谢你今仔日插遮个花，愿上帝祝福人在。随上今仔日也是明仔载，是亚明老师的生日吼，所以愿上帝祝福，甲亚明老师做伙伫地。我就无带大家唱生日快乐歌啊吼，安尼上济啊吼，安尼上济。第二项我要介绍伫咱中间顺正长老甲长老娘，因也是今仔日特别半工来到咱中间，咱拍扑克欢迎因伫咱中间。因平常时这个时间嘛咧，这礼拜嘛咧无用啦吼，不过是伫咱隔壁尔，所以咱隔壁厝边吼，以后爱时常连结，愿上帝祝福，甲咱做伙伫地。上时我嘛要介绍屈成如长老甲长老娘会手节吼，因两位足久无来到转来到咱中间，咱拍扑克来欢迎因转来到咱中间。毋知我有介绍无对的抑无？毋通客气。我时常咧讲，伫教会内底，互人介绍是阳光，所以徛起来是一种阳光，互人熟悉你是上帝祝福。上尾我来简单分享，昨昏暗时，我甲庆祥长老，随上阮中昼拄咧讲，我要去看续生乡，阮咧约到后礼拜。结果昨暗时，上帝就叫阮去看伊啊！上帝留人的性命真特别。伊得到癌症的时阵，医生就宣布剩2冬。结果伊活到今仔日，活足6冬久。互病痛拖磨，总是上帝也。互伊的痛苦离开伊，求上帝特别扶持，也赏赐祝福，甲续生乡因全家伙做伙伫地，愿保护扶持。我毋知影，阮当时伫伊床边所吟耶稣全胜利，我相信，当阮离开了后半点钟后，伊的灵魂就互上帝接走。这真正是主耶稣的荣光。甲胜利，愿上帝安慰，甲咱做伙伫地。三个来吟上营391首，上营391首。何乐天顶主宰。请起立吟全首。
请黄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保守、引带，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田角灭岛。平安日，咱请久久无看去的兄弟姊妹讲，耶稣听你，愿你平安。